OpenAI 發布咗一個新嘅瀏覽器，叫 ChatGPT Atlas。呢個瀏覽器就係用嚟挑戰 Google Chrome。喺呢一個新嘅瀏覽器入邊，喺主頁入邊咧就直接問 ChatGPT 一個問題，例如去做一個 research 去揾一啲 topic 咁樣，就好似你喺 Google Chrome 去做啲搜尋咁樣，咁佢就會幫你揾啲網站出嚟。或者你喺睇一篇文章嘅時候，你喺右手邊可以打開 ChatGPT 問下佢到底呢篇文章係講緊啲乜嘢。仲有就係你喺 Gmail 寫緊嘅時候，可以撳一粒掣就叫 ChatGPT 去幫你寫一份 email， 因為平時我哋要 copy and paste 好麻煩噶嘛。或者喺你網購嘅時候，俾一啲要求ChatGPT，咁佢就會自動將佢加入一個購物車。呢啲科技功能嚟講就唔係我嘅擅長，我哋講翻股票先。咁最大影響嘅當然係 Google 啦，因為 OpenAI 係冇上市嘅。其實喺呢個 YouTube 嘅直播之前呢， Google 已經開始跌緊㗎咯，就係因為大概喺11點嘅時候，啲人已經喺度傳話 OpenAI 嚟緊大概1點鐘會有一個發佈會，佢哋會推出一個新嘅瀏覽器。咁所以呢 Google 喺11點開始已經開始喺度跌，喺呢個位呢，就係有機會做一個沽空交易啦。可能你就會諗啦，喺 OpenAI 發佈嘅時候，佢會唔會再有得跌呢？咁其實係唔會嘅，因為呢一個新嘅瀏覽器呢，已經喺呢一個跌浪嗰度 price in 咗，即係啲人已經知道咗呢樣嘢出現。咁所以其實有機會喺呢一個跌入邊咧做一個反彈嘅交易添。咁去到最後 Google 其實今日都係平平無奇啦，跌少少。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其實 ChatGPT 唔係第一個去搞一個 AI 瀏覽器出嚟，而其實有另一個瀏覽器就係叫 Perplexity 嘅 Comet。呢一個瀏覽器咧其實都係混合咗 AI 嘅元素去幫你去做一啲搜尋嘅。所以到底 Google Chrome 會唔會成為一個歷史嘅產物？啲人會唔會轉晒去做 AI 嘅瀏覽器呢？咁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啦。如果你想睇更加多呢啲現實生活嘅新聞，點樣聯繫到美股，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